是做激酱烩豆腐哦，我们这边叫做我们会赢。哎，你有做的料理还蛮该嘞，我们会打败你。耶！好什么？又好什么？有让你回到初恋的感觉嘞啊？没有，我们这一代没有初恋。那我现在开始跟你初恋吗？老师，阮对博谦有乜嘅意見呢？冇意見。冇啊，哎呀，我们是想到惺惺相惜波天呐，嘿啦，二恰恰恰，三二恰恰恰，四片心哦。对对，继续讲，来继续讲，闭嘴继续讲。我发现林玉有在偷笑，你在笑什么？真的有喜欢博谦是不是？这不是料理节目。哦，对啦对啦对。我们第一季有另外开设相亲系列这样。变人来练。 Hello， 各位电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明珠，我係白強，我係樹坤。一家之主。今日同歡喜呢來到新竹也導比嘅，先來小記一下當久，冇來到節目，結果又變到較強嘅呢。哎呦，黑瑪莎，是給你的戀人，哎呦，雪玲姐，救命救命！是很懂，而且她穿隨風式冬裝，係啊，你一下粉風色哦，係最流行嘅哦。真的，係啊，感覺有喜事。係啊係啊，還有今年我們做到動然到嘅黑瑪莎，盧準備盧師傅，大家好。哎，性感上婦呢？真的真的，我以為你要 cue 你自己。冇做段嘢，好啦，今日呢來到呢條 V 哦，享福動物嘅一個協田宮。呢一片哦，其實差唔多有超過50年嘅歷史咧。哇，超過半個世紀嘅嗬！呢條 V 呢擺喺關聖帝君，不管係好多年也好，也係客家人也好，都係會向下來到呢條 V 來擺呀。看到嘅順風還有東江嘅腳趾頭，真的是非常厲害哦。好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參賽者。好。好，我這邊厲害咯，表兄妹，嘿表兄妹，而且給他名字都很有深度嘿。仲一樂林玉，歡迎。歡迎。好好好，今日咱隨個參賽者吼，哦，該名吼未當咱娘麼？掌聲歡迎吳議會還有呂庭榮。歡迎。一起回了呂庭榮。哦，哎呦，媽媽是姐妹嗎？姐妹嗎？算是哦，算是。嘿，不過也算是母女檔啦。母女檔，母女這樣子。好。錯了錯，母女。哦。好啦，講真嘅呢，哈，我們這邊了不起了。哎。剛才說到這個有同法案獎，我們是桃花大使。哎呦，應該白白黑馬意思。還妙就是拜託選我一票啦，很漂亮吧？哎，景定動這樣哎，對啊，你就是童話女神。是嗎？真件動獎吼。係啊，不過攞到兩片吼，逐棟吼，其實有一個比賽吼，景定動就有名誒。唔啲大家有談過倆天創業嘅創山嗰個比賽嗎？有冇？有你會創山啊？有，雪玲姐。下面係你管轄地區就對了。特別會唐人講啊，因為你那有山歌比賽啊，董有名。馬啥會衝誒？有嗎？馬莎會創山歌嗎？有你去比賽嗎？哎呦，議會姐聽熟咧。不，我先講一下，就是山歌啊，攞一配音長會唱，你倆都有只哼一兩句啊，因為那個字嘛動過，比方講說，摘茶愛摘兩三皮喲，我就拉不上了。其實唱得不錯呢。先走。好，先來看一下提出料理係嘛，好唔好？好，給佢來看。有沒有很緊張？係啊，每次要揭開這個神秘嘅過夜時間。你打開都係馬計呢，嗬，幫大家看一下咯。哎呦，你係醬哦，激醬呢？係同好，而且還有甜豆誒，所以兩個最輕鬆嘅哈。酸甜甜誒。對。先來分享到一個激醬嘅牛年，真正係牛年，而且是牛年的傳人，旁靠演技分享。小賢姐歡迎，哦呦，小賢姐有獎嗎？有，還是倆激醬獎不安獎哈？竹東最有名的激醬，阿金姐的傳人楊莫言。哎呦，掌聲歡迎！大家好，真的，大家好，謝謝大家。激醬也有嘛變化冇咧？基本嘅拿來嘅激醬嗬，做係冇強用嘅板條，做板條，做板條，五彩板條。哇，變咗哎，那是有在下面嗎？看得到嗎？哎，
有五彩粉条，谢谢对，看一下，既然讲，说不定有，真的有，今天就五种嘅色呢。手機係手機，你要是老按照你会主动在地的板条，哈，还有老按照的结椒，有动都呛出来，安尼就地板呢。五行，嘿，五行的概念就地板，你的天的时节都写是动好写，嘿。阿晶姐嘅結種一定要好好老太家手機一下，因為呢，阿晶姐給用亞給好全部屬廣州，而且呢，她還幫助其他的農民吼。哎呦，安好哦，那你可以幫助我，我先讓我吃一口看看嗎？他還沒講完怎麼幫助。好啦，太家先來先，好不好？來，切切看，切切看，來，先來吃吃看啊！一邊請朝鮮姐老太家手機一下，阿金姐很用嘅，做結種要幫聽其他農民朋友啊呢。哦，安尼个结还冇共用是系，安尼老农民系气做，但是让你一天的价钱让你收，真的安心去做，安心去做完呢。哦，真的，加呀半条很好吃哎。應該食到呢一結種吼，意外袂很好酸甜的，係用乜冇強人嘅蔬菜啊。你吃不出來對不對？對，我吃不出來。安尼个结系咩？冇腐腐的梅頭，完全冇腐呢。嘿，冇腐腐的梅頭咩？冻香、冻尿的梅頭，啊，唔會講凍鹹。嘿。但是其實哦，講真嘅呢，結種呢，就是要有各家都有自己的味道，要最出優哎。可是阿金姐呢，她把所有的客家人的結種統合起來，有一個最重要的精神。阿金姐就會希望講，客家人的結種也可以變成是像是全世界番茄醬一樣。真嘅東後生嘞，覺得怎麼樣？好吃嗎？好，等我先。啊，一個。後生麼？蠻清爽。很清爽，下一次在你的居酒屋里面可以用寬呐，好，幫我們帶到日本去這樣子。好，他是做居酒屋的，他們兩個。哎呦，俺讓你講吼，俺東南的款度吼，來賓吼是比俺還好加呢。真的很。基隆他是強力呢。一度是搖的。婷蓉吃到那個笑容，讓我看一下。好吃嗎？又好吃嗎？好吃。好吃，怎麼好吃法？有讓你回到初戀的感覺嘞啊？没，我们这一代没有初恋。那我现在开始可以跟你初恋吗？什麼？哎，體育台嘅料理可以做結種吼。都帶走的編出馬料理水兒金行踢館比賽咯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。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好，踢館的料理呢拿出結種來，我不得不說一下，畢竟我們兩個居酒屋。對，真嘅，根本要帶來用結種編碼料理咧。雞醬燴豆腐。結種肥豆腐。雞醬燴豆腐。有心情嗎？有。覺得還是一直處在一種童話的境界，真的。我在問你們是做激醬燴豆腐哦，我們這邊叫做我們會贏。好，微信，我們那個，哎，你要做為料理係嘛該嘞？我們會打敗你。耶！好，來，講一下，咱最近要帶來嘅料理咪冇簡單哦。我做埋個料理，雞醬里脊肉。你看，結種咧配豬肉。哦，楊祖春仲厲害。一隻係食仔嘅，一隻係食粉呢。哎，都帶那家做得到評審的信賴咧，大家有信心嗎？水來金行比賽搶開始。開始，來咯。看來他們還是不疾不徐。唔過呢，為什麼？因為第一嘴料理是家常菜。這組我們很考驗，但是呢，其他的品種係都強點點，所以應該係有默契嘅。先來看下呀，導演好嗎？好。哎，看來這個就是需要先培養默契一下。那個店剛開2個禮拜哈。做幾久的啊？都跟料理一樣，一邊做，把握時間。要技師哦，會記得啦哈。看懂哦。你真的會做嗎？我會，你是負責招待的，對不對？是負責拿油桐花的嗎？比起做比較會吃。哦，我們也是啊。我們這個也不需要特別。你剛剛板條吃蠻快的。哪有？我講安台上。跟你到居酒屋喺附近那鋪盤那條路咧，端菜。哦，難怪啦。剛剛你等一下就要負責幫我們分盤啦。總本嘅評審請上色這樣。走對。對，看那麼漂亮就可以。對啊。
你要顾哦。炒菜等一下有啊扁面哦。万家啦。哦，我开始有一点担心了。我考一下淋浴嘿哈，嘿，哎，什么时候淋浴哦，淋浴，不是泡澡哎，哦。不是哦，淋浴哦，淋浴还好， shower 淋浴下赏析啦哈。你要留贤中哈，好培养一下默契，等下当兜转了。好 OK， 这些你们先不要看。来，看一下阿妹那抹油改默契很勇这不错，办哦。我喜欢吃凤梨，我喜欢吃哎。好吃哎呦哎，，这个跟体重其实动配呢。嘿，嗯百搭。它就我考 OK，我考应该这个猪牛还是卤锅哈，有先腌过是不是？对，我现在拍一拍，打儿，嗯，撈個玉米粉，它唔會澀澀，它唔會澀澀。妈妈平常是有跳国标舞呢。真的献丑，你不要 cue 他哦，不要 cue 他。等一下妈妈恰恰恰啊恰恰恰。对对对，恰恰啦，恰恰恰啦。 1 2 这黑白 3配 go，吧1 2恰恰恰，2 恰恰恰，3 2恰恰恰。试验型哦。对，继续讲，来继续讲，继续讲。你还没跳舞嘅比赛啦，你还煮菜嘅比賽。時間未到好啦。了好了，要先你要健嘛改。健康觀念要有，少油，吃我的要記得啦，我健康記得有。時間啊，我記得，哦哦哦我記得哦，嘴講鼠尾痛，再講小胃痛，嘿，錯，安尼了啊，可能識咯。哎，聽眾妹昨天先切嘛東西啊。哦，安尼都等下就重新葱了花，好啦，我们等下再回来看，哦等一下来看我们那边默契培养好好。好好，对对对，你過去做低啦。醬料，又这个油擦擦咯，有哦油擦擦有略略的，还有一点焦香哦。你係最好食嘅時節咧。哦，嗯，好啦，咁而家要真的要顧好來。等一下廿嘅結中啊，就直接落去必收汁嗎？誒，還蠻還有條腰哦，也唔來解來來，我哦，們條腰啱啱計。你明讓他還蠻看到你有什麼動作，你知道嗎？還是哥哥你要來救一下妹妹？救一下。這個還沒那個啊，還沒，另一面還沒好。哦，那外面再嘛。大一點，咁我看起到阿哥凍半腰呢。乜啊？點呀？便宜妹妹啊，便宜便宜啊。結婚嘛？我爭結婚，哦，張結婚哦，新婚。 3月那你要加油會哦！來，我先給你一點點好的位置。走，哎哎哎，但是哎，林玉感覺平常有在防小人哦。你有男朋友嗎？哎，摸，來來來。摸了摸了。哦，真的，差不多交交流。哎，可是我那邊的媽媽已經要跟我初戀了。好，來來來來。等一下過來，我們蛋強繼續調服婷婷了哦。你醬嗎？巨讓強龍醬，你要說就去只血的。你再一你我經常説啊，啦咧。哇，現在在燜什麼？有香有醬，差嗎？他們挑米係嗎？還嗎？有醬嗎？巨讓強龍醬。我們那個主持人他醬，哎呦，記係提金名我。好敢買。香梅，好，哼，來。哦，搞創法。哎，然後我們的主角給講的哈是，全副下魚啊，哎，該味道是凍香呢。佢將配個海參吼，真正當好選。哇，總強哎！哎，個香味就出來人咧。家的春豆挑米差不多好了，是不是？。對，安尼是哦，還有加鹽。一滴滴的，哎，你一係滴滴的，一滴滴的，滴的，湯飲下重口味。係哦啦。剛才不是說要吃健康嗎？要睇下腰味一啲啲啦，你人生一啲啲對，他啦。的你突兩破盲個兩尺場了。了，你冇窮用。係啊，好，亞漢牛差不多誒，對不對？安尼是好嘞，哦，好有一百分哈。有啦。好，那有然後夾夾落你看來，OK，好好，哎，漢都見頭服嗎？哦，肥哦係條料，係調味了，調味了，該下就幹嘛該？辣椒，蒜頭，咱這位酸條，辣椒、辣椒，咩條腰嘛？條腰。然還有後湯，結種咧，韓芒係嗎？係嗎？水會燙到冇？唔會。等下水母也擺盤嚟盤了哦。哦，結種啊，有拉冇？會不會即將味道被搶走？啊，今日主角係結醬哦，應該唔會，佢唔會啊。我就練習過哦，要啊，有哦。
事件未到了，哦。事件未到有了。其实等它我收干们这一道是功夫菜，我看起黑剪豆腐，挑前你就有剪料有酱哎，嘿嘿嘿，对不对？而且那个汁的味道要进去，剪到某时候对该豆腐会啪啪摸米。摸米是啊，嗯，你们用的豆腐是什么豆腐啊？板豆板哦，板的板比较会传洗统汁。传统的豆豆腐腐。我发现林玉又在偷笑，你在笑什么？真的有喜欢博谦是不是？因为我们不但还打算好这一季开始不帮他牵线了。不是，这不是料理节目吗？哦，对啦对啦对。我们第一季有另外开设相亲系列这样。变成来电。他们咯。今日到咯，好注意時間啊！哎，冲饭还蛮干呢。哎，那个摆盘，哦，这样可以。哦，他们只用冲拍个煮哦，来，好，准备要倒数了哦。 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水出了吃看那体育馆地图那部卡米西卡好色嘞。哇，体育馆呢就真的是不分秋色哦。哎你看，哎呦我们走的是精致的路线。哎，俺都做个是澎湃的路澎线。湃的路线哎。好，先来吃吃看看，好不好好？飞豆腐哦，好，什么？好都有拿到的吼，有有有吃看哦。加加落去喽。哦呀，豆腐剪都有成功哎，它有你味有哦，感有一米哦，有入味有入味萝。卜黑长长的哦，嗯我的酱汁也都有收汁进去，而我看且林玉的表情有点出乎意料的感觉。有满意吗？有有满意哈。议会会姐姐，议会姐，你感觉有没有？说什么？我是有一米吗？有，那婷蓉呢？觉得呢？好些，好食的哈好吃，某种都集中做在安用做豆腐哈。没有哈，而且这种老头油就绝配嘛。有有，好，我试一下两吃的看呐。来来来，咱水改。彩椒，好，来来来，咖喱鸡肉哈很有嚼劲，对，还有个发意哈，还有冻 Q 汤，还有个蜂胶哈，脆安用，个酱吼甜甜的，嗯，绝配。绝配，好吃，没正经懂咱们对不对？嗯，而且按牛百天豆，客家的鸡酱呢，给正经有懂豆种诶吃法，典范一般都会烙豆，只有沾那个白斩鸡嘛。对然。后大家提供做在哪里做各种的调味啊呢？好。关于了一定关呢，应该是蛮难抉择的，因为呢，其中的表现的时间，大家都把主菜都处理都非常的好势。好，两下伤脑筋的事情要搞本评审欣赏诶。先来抢谢林师傅抢本分数，哈，明智的抉择。风水在多节不能慢慢俩喊就机会吼，愈准备愈舒服，抢本副数。啊，拍摄拍摄，汤款这听我汤款。唐坤啊，歹势哦，两位妈妈，因为咱讲叶片的吉酱面是又下葱，今年是吉酱为主，面是又下葱，伢咧面是没有带到。啊，陆师傅就蛮个看法咧。其實咧搭配的東西啊，主角然後配角的比例的問題啊，豆腐吼配咧甜椒的配色的，也去切卡出來係個吉醬炒里脊肉嘛，所以嗰個其他材料變到好多咧，變到肉變到看到好少了，然後個同切個菜面而個比例的問題啦。不過呢呀，正經咩冇簡單啊，那有一個豆腐的剪料後，你看，哎真的是剪料有厲还要害。谢谢哥哥有救回来这样。好啦，體育館的成績兩家其實都當非常的好食咯。唔過呢，稍下來呢先休息一下，看一下今日盧師傅帶來乜嘅四個料理要教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，好，大家總體睇嘅盧師傅今日帶來四個料理有乜菜名？今日做係吉祥黃金豬，吉祥黃金豬哦。吉祥黃金豬，是像吉祥徐师傅带的那种什么黄金碎片啊，用的吗？那是金箔。金箔。對好準備來看一下嘅咧食材叫做呀，係乜嘅？蜜金雞。啊，鹹酸甜。哎呀，这两个切一半的，加地板又直哈，
我記得我用cái ngã球個那先拿一條叫你要做到啲切接血的，你做一隻，你冇經常説啊，唔啦咧。哎呀嘛個是做的還有啲肉，好，啲係高肉，好，即係獨獨個準好咧。還有嗰啲醬料，有啲係雞醬，有啲係紅湯、蜂蜜，係，還有啲係玉米粉。好香菜兒，你係擺盤嘅，你係有你係蔥頭，然後小豆苗咁樣，係。好，馬上嚟小雞肉嚟做咯。嚟挑梅一下，也是那個好嘞。睇下有問題，就得馬上來提問哦。好，啲調油，好胡椒粉，等下買來。然。哦，加調油咧，這個才叫做一點點的鹽哈。玉米粉，好玉米粉。哦。本叫怎麼解會用玉米粉？本醃線啊，定下泡嘅時叫好食，係啲啲油。油，讓油。所以呢，大家看哦，也給喺我鋪嘅豬肉鹽嘅話，加一些保雪粉，等下叫我吸發。係好發。很硬係冇？係。所以這個大家都會好起來洗撇布。哦。一定要打一下。點點嘛。哦。看全部唔會跌出來。係啊。不會像我們薄簽。對啊。哎，我第一季之後我才打一次，噗，一半跑到外面。薄簽只讓你有一天嘅動願。對，什麼薄簽樣？薄簽。就在這家大底啊。哦，你定下哦，一吹做咧，等佢打。陸師傅，你對薄簽有乜個意見呢？冇意見。冇啊，冇啊，係啊，上到啲啊，上到薄簽啊，係啦。你看哦，嗰啲肉啊，有啲，你看有眼線咧，哦眼線出來啦，筋線出來咧，好，香菜要煸下來，一啲啲香菜提味嘅，煸到咧啊。蔥花做的嗎？沒做得蔥花啊，冇食起煎叉啦嘛，你還是本地有隻香梅嘅東西添。你們敢吃香菜嗎？唔敢。我要你讀，等一下你都唔得食嘅。哎，那紅隊先戰敗咯。我係冇切青叉。做得。好，重點來了哈。馬蓋。大家底度會包一條這個象徵吉祥的。即係你輕輕的。哦，放進落去爆起來，爆起來，一哈。你好誒，來爆起來，係爆起來。哎呀，真係都有創意耶！爆到地百度樣嘢。啊，睇真哦。誒，睇真。哇哦！咁最杯麵生用結醬來調味嘛？係，結醬等下做醬料，做醬料誒，幫佢小哥煮一下。中意也沒做在哪種一道日本料理當中最來揀一批啊？我們都是烤的比較多。對啊，這個也可以烤啊。你做哪來配吧？未做得。等下，讓眼睛係熱沙兩扎係啊？冇啦，沙是板扎。油份的部分搞太假一下嘛。好。小樣表下而，看一下要燒嘛。眼負責嘅部分都要好。我成日用醋嚟看一下。快。係啊。有沒有起泡？起泡。係有起泡啊，都做得啦。係。燒掉啊，下嘢是只佢係咪變冷睇，所以我哋開始燒掉幫佢泡。啊，陸師傅，那你怎麼想到裡面還要包那個金棗？佢金棗是讓佢做結醬嘅原料嘛，但是佢係做冇恐龍嘅風味，控到地百度嘅試咧，誒又有酸甜咁嘅味道。哇，懂香嘅呢。還好，等一下綜藝沒有要吃。我可以幫他吃啊。好，一頭結醬。好，炒醬料，結醬我先加熱過。係結醬先炒過。炒過。我嗰個燒落去，後幫佢炒過，將嗰啲香味。結醬嘅香味就會出來。不過這個火就要小心了。誒，因為講我醬是拿開來，熱就好了。誒，有熱，看有熱，香味就出來了。啲調油、香油。本地嘅色湯好好看係嗎？係，色湯好看。還有調油香味。啊，馬來西亞做啲用嘅蜂蜜啊。蜂蜜水味就用調味做咧，所以唔是炒吼。唔是炒。原本炒還有加水啊。等下佢家牛腩係咪再加醬啊？係，所以用啲水。落來必收汁係嘛？係，用落來幫佢再一下加醬。哦。之前佢做嘅豆腐咁咯，咁漸漸呢泡泡嘅用下去，幫佢小狗煮一下。
差不多了，變到金黃色了哦，真的是吉祥了哦。嘿，豆芽菜，到兩個太重頭。嘿，一擺到台下，等下做咧放電腔下食，佢就會切切樣樣。而且不会那么油腻，嘿，清爽。有点像狮子头哎。嘿，你做咧做台这种狮子头樣樣。你们有人会做狮子头吗？到以來，我哋用過來了道哈。太讚了吧！哇！其實我下爆紅啊，記得咪做得先變起來啦，長尾從嗰兩煙，後佢咪散開來兩煙，吼，到我就爆落先變電變到變相，佢就會好黏樣煙，用黏性。開台火小個，幫佢煮一下吼，係試下梅頭。做得冇？做得，等下差一點點甜，因為甜到了道，等下有啲紅湯吼。等下透出来甜係嗎？嘿，順甜順甜。哇哦，拎上去，然後那個顏色也會 bl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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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哎，可是這樣收汁完之後，它最後嘅外皮哦，它會擦擦哦。一啲啲甜，其實會幫佢煮像嗰講糖醋排骨啊，乜嘢東西鋪過去做咧醬，叫佢後尾做嗰個醬，咁樣，對，差唔多了哦。這道菜最後的關鍵啊，就是要給它一直淋浴，一直淋，淋浴，對不對？哦。哎，盧師傅，你盡量動離開呢。如果是我的話，就變正方形、三角形、長方形、橢圓形。誒，該係隨意啊，你該推標隨意。哦，主要嚟講還有拎上去啊。哇！哇！這樣還會怕香菜嗎？會啊。真的不吃的人就是不吃啊，香菜不吃的人就會不吃。既然你冇選，該還有加碼，還會變香菜啊，能夠還變香菜。還好這個它可以挑掉。好，做得咧。呢條行吉祥旺建築做好咯。阿娘就好食咯。太惊艳的味道了，好吃到讲不出话。真给我咬牙，对不对？好想吃。好，多謝盧師傅嘅吉祥黃金珠，那吹做的室內動呢？先來出題目一下。現在出嚟題目哈，早起啊，你客家人到咧天穿日的時節啦，兩日啦，除了冇做些。喊為新馬嘅東西，我知道。新馬嘅東西係天板，B 係擂茶。好，我只知道要唱山歌。梗係比賽啊！先來猜拳要提懂明顯的答案，先不要講，好不好？剪刀石頭布，我排除瑪莎。好，媽媽，來，提到兩了。來，好來。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一道就先選啊，來排個卡嚟。冇聽錯咪錯哦。誒，卡嚟，你係選 A 啦，選 B。誒，冇辦法嚟嗬。好，好，答案係 A。紅花女神我先都講一下嗎？冇啦，好，我等講啦。天穿日，你上穿係五母娘補天的日子啊，兩日客家人唔但將冇做事啊。他們從山歌，從山歌，他們老咧沿街留下來天板那一建構來擺咧五母娘，好有建構啊破過的天板會好軟好 Q， 你做得好幫助五母娘補天的意思。對，冇錯。天數嘅女媧呢，
的补甜啊呢，是甜版哈，有5摄食补天嘛，非常黑跟用甜版没做的啊，不管怎么样，这就是我们吃啊，哎，对对对，那个有点可惜呢，你不吃对不对？没关系啊，就得请给我的工作人员吃啊。好，来，唔怕，来。走的啦，都要当爸爸了，香菜怎么会不能吃？哦，我也没有说我特别喜欢吃香菜。那可以，我们可以学理解。可以。哇，哎，真嘅係金黃色咧，因為上都有滷嘅，除了雞醬以外，還有蓬頭，讓它好像是裹了一層金粉一樣。哇！那就跟阿狗今天學落幾點哦？太驚豔的味道了。有慢講。嘅葡萄嘅用呢，你一定想不到，佢用喺同塊料，重點係熬到底度嘅結嚟過後，你們輸了不好意思。好想吃。看易慧姐這種渴望的眼神，我實在是不忍心。我們決定請她吃好不好？香菜嗎？香菜。肯定是香菜。小公哦，不能言傳，只能意會。可以啦，請易慧姐吃啊。來，好。明珠姐今天大發慈悲哈，藍隊終於有了，來。勾年勾姐剛剛太敢黑周亞給了料理了吧？我覺得這很有吉祥的意思。就搞懂後生案嘞，你要得吃到嘞？洋葱哈，好吃到講不出話。真給我娘啊，對不對？他學的都用菜嘅米嗎？滴還走的韻來了摩嘎東，它裡面的該地圖該定走哦，應該是畫龍點睛啦。真的非常好吃。等下往議會姐講一下，再跟你練一次的感覺。哦，梅開2度。對，等下慢學咯，唔講因為記得吼，體育館嘅書節，我哋冷水冇得到分數。等下我加油哦，吃飽養足力氣，我加油咯。好啦，重點就會講這個呢很開胃，地圖不用記得落去咧，食咧呢，人家哦這個胃口就打開來了，所以你呢食咧飯呢，按樣記，最掉咪會較好掉嘅哈。好，這個吉祥黃金珠，希望睇這個都有好到咯，3號來進行最後面一關嘅比賽，男主要加油咯！加油！料理逢6點，兩嘴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。3點完成總鋪時，實天我做嘅料理。啲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分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誰來上菜嚟？哦，最後面一關緊張了，也嘅料理逢6點逢搶點。所以今年吼料理嘅主題係乜嘅咧？料理謝玲姐。唔錯呢，湯醋排骨。哦，唔講吼，你啊逢6點地圖冇聽錯係排骨咯。係嗎？哦，放多東西攏做在做，湯鹹酸甜啦，你要做鹹酸甜。可是不能太誇張的。對啊，比較巴糖醋水梨。哎呦，哎，乖乖耶，毛雞醬。通是九條夫。對，沒錯，乖乖。好，我們先來派人猜拳。好，我們派最會笑的，來。我們派最會料理的哈。聽龍來，哦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哦，然後再先你也先來着。6點，風點還係風點。好，你打開了，不抬個款。哇！冰口，好簽運。然後這麼好的簽運還是不笑，你看看。有啦。哦，有了。來，高公我排骨本手走咧。黃的哦。九條夫。哎呀，兩邊走嘅。劉葉宇，兩邊來中醫，好，兩個金吼。哎呀，唔講有慢來走咧。應該 OK 吧？等下他就出總部是挺秀愛啦，60秒，2組全球，好。大家有信心不？有，也挺有。好，馬上就來進行最後一關挑戰嘍。好，第3關我緊張咯，因為剛才我們紅隊得了2分哦。加油咯！哎，你拿到的是這個柳葉魚，你要就會拿到的係排骨。嘿，張姐拍的。大家都有信心嗎？
马上出来，今场比赛抢开始。快始。其实呢，俺老公，俺跟刘烨宇，我7成有把握。哎，牛慢讲。因为它是大家都喜欢的。而且居酒屋好像本性啊，有啲音乐是会走柳叶鱼。可是我觉得对两组来讲，人家最关键的部分还有这一次的糖醋竟然没有番茄酱，给我起个走番茄酱。我们都啊，对，刘组就起个走。来去看俺亚片坤呐，好。哦，你加什么？柳叶鱼你系加嘛个？米酒系哦。加嘛个？米酒。哦。去腥味一下。嘿。我加醋，我冇加到水哦。冇。看起来淋浴已做得咯。有一些可以饮哦。啊，哥改下就够烟哦。做得加系冇？哎，做得咖喱哈。做得咖喱。做得加。哎呦，你加不用胡椒。嘿。哎呦。你们刚刚讨论的战术是是怎么样做啊？先腌一腌呐，然后沾粉去炸。哦，可是因为你都有2种粉呢，用哪一种粉来泡？呀，那面粉。面粉，你可以用。好了，太白粉专门勾芡。哦，做个酱料的这些。我那个腌烂睇了，哎。可以可以。如果平常时候如果要腌这个柳叶鱼，因为它冻不会散开呢，啊，可是还是要搅啊用。对，莫用熟去。安尼2等份倒过来，倒过去，倒过来，倒过去。因为炸嘛。哦。先用，你要直接丢去炸。对啊。你不要问妹妹会不会炸，你觉得没有把握的，你就去干了就后悔，这太危险了。去切番茄哦。除非你认为钱乃身外之物。不是，因为他觉得妹妹会切吗？对。好啦，你先过嚟，等下咱都做来哈。哎呦，你如何咧？老太家小改一下，改下就不用买东西。你要不用嘛改？米酒、白胡椒、胡椒粉、酱油、调油、少许的盐、少许的糖。哦，真的是少许吗？它的少许我们都要乘以2。没有，真的是少许，真品呢。不怕痛死，可能就卖下台语啊。对。哎，他刚刚的精神都很安逸嘛。嘿，好，我来炸哈。哦，你还有用面粉来泡哦。对。果粉呐。果粉。啊，就不用那么多啦。我小火下去炸。我们跟大家介绍为什么要用西火啊？要含焖炉睇啦。嗰度調爐冇事。西火爐去泡看唔會老嗎？係會鹹。咩？但是伊可能係姜講唔會熟啦，應該用呢種嘅西火係姜唔會熟啦。姜姜太火下伊，可能冇被要食咧，伊感覺火咧，那一類結果地被冇熟啊。哦，等一下節目講要快開火，哎，最後開大火給它逼油。對。好，我們先過去，我給大家看一下。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支持下梅頭啊！哦，安順啊！安順哦，你龍山係馬沙瑞保命呢？你的保命，那你找哥哥是對的。哎，又變淋浴再長出了。我就擔心了，這要關火嗎？他看一下哥哥。應該炸好嗎？炸好嘞。炸好嘞。哎，問一下，你龍山係馬沙瑞保命呢？是誰來報名的？你來報名？哦，那你找哥哥是對的。人家他有哦，就在居酒屋上班的。嗯，原本還有駐唱。駐唱？哇，有才華。需要2隻手一起測嗎？先不用該tomato唔會皺安尼哦，等下。基本要改煮啊。哦。咁啊，水分凍到，還有去炒狗，依家係茄紅素出來接出來，成門會好醬，好崩了。好，加油咯！我們等下再多做加油哦。好。哦，我哋味道超醬咯。我哋嘅 tomato 係很好抬口。等下我大火把它油逼出來，我看有沒有熟。應該成到了。應該要熟了。你就得用廚師天數來哦，不要忘記咯。幫忙哦。你好，幫你出事哦。對，我看有沒有熟，所以請廚師看一下。切對半啊，看就風風嗎？哦，還好。他走的還可以一下下啦。你等一下還會煮啊。等一下還會有那個。對對對。
大火把油逼出来。啊，听众，了会超级久。很多嘞，来，好，我们过去俺给导边可以啊。先不给注意时间啊！好，气木一头嘞。要不要？厨师帮帮我，有味道了哈。要吗？要吗？要。要吗？那请买耶。来，你先来样头我讲一下。师不好，厨师。我先 Q 了，你也爱做嘛改东西。先站好再计时。好好好，准备咯。好，计，做啲计时嚟哦。计时开始。好，先試下梅頭啊。调味道。你要什麼？係醋。醋有嗎？唔辣蒜哈。嚟。哎呦，暗豆哦。一天呢？半瓶下去。有甜吗？有天呢？好，我们开。我等一下我最后那个电呢。鱼要下去啊。对对对。可以去淋上一周嘞。你要摆这边，就是你要摆摆这摆边。香油。向住30秒過去了哦。好。等下咧，哈。等一下。唔係。嚟，快啲嚟。手忙腳亂。姐控底下啊。哎呦，漢本記得天手擺盤哦。嚟。哦，还有多少时间？好贴心，好贴心。我来摆。倒數9、8、7、6、個冷體嚟控頂啊。好醬嘅，要3秒好醬嘅。時間到。好，最尾好啦，好控頂，好嚟。等下淋上去最好醬哈。好。淋上去你应该不会失败吧？他專業的淋浴。淋浴。对，給專不，你表現一下。孔蓋片你好嗎？好，加油，給你擺盤了哈。哦。加油。要好好淋哦。幫忙。哦，那請買一下出去呢？因為先來，我喜歡帥哥。哦，好。今天我會很傷心的。今天就沒有，今天負責看他們的味道，味道如何？好，計時開始。好，先試下梅頭啊。哦，安蒜啊！安蒜哦，加通。哦，加點通啊，倒掉。好多哦。香蒜呢？你口停哦。香梅啊。我們就仰賴你咯。香魚愛嗎？我等下喂，好，你喺我就個試下梅頭。那幹嘛嘅？排骨下來煮一下。滴滴答答嘞。滴滴答答啦，可能係走一啲啲水啊。啊，加水哦。誒，係火掉。哎有冇勾芡呢？因為等下嘅粉呢？粉呢煮來去做會更香。等下呢，排骨是會更香呢。等下。煮一下。準備起款，準備起款。好，這個試下。啊，停手。彈到，誒。好，這樣試下梅頭啊，香油。好。幫你收汁一下。好，香油。哦，我感覺佢邊凍磨汗呢。香油還干香油。香油還干嘛？還等下等下。香味跑出來了。你自己試試啊。好了，時間差不多了。再擺盤啊。這個是醬油嗎？給我一點點香。倒數嘞哦。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隨住來試試看下最杯麵一關，哪部卡真係你嘅睇中譜咧？好，最杯麵一關咯，剛剛看到，雖然講食材無共樣，可是呢，全部都外擺可以來都凍醬誒。係啊，就可以見到嘅，哎呦，東北擺盤呢。真的。居酒屋誒呢？應該不是淋浴擺的吧？我們這一氣呵成，真的。好，先來試試看哪裡好。糖醋柳葉魚。好了，有看到呀，柳葉魚咩泡到凍醬哦，睇起來嚟試試看哪吼。哦。超級入味。我想到柳丁呀，嘅淡淡魚咩係當好食咧。你這個醬哦，是就淋上去聽的哦。對。哎呦，那味道這麼好，不錯吧？給我們淋浴淋得很好，真的好吃。專業的。金龍自動牛板。
好谢。好选哦。哦，还不错哦。嗯，来吃吃看，那你爱鹹酸甜排骨。台饮设置都好吃的呀个鹹酸甜排骨，这个就有挑战性，因为大家心里面有一个既定的标准。对，这样台卡圈又是过。真紧真紧。好吃，排骨不会老。好，来吃这个呢。哎，普通要嘟嘟好哎。哎，排骨是啊，因为那短用，又熟，没唔会老。哎，了解你唔简单呢。你爱得吃到嘞？真好吃。排骨蛮嫩。排骨冻嫩哈 ，QQ 的。对，冻嫩 QQ 哎。啊，婷蓉觉得呢？妈妈剖的怎么办？好吃，好吃。好吃。 OK。你重复用了4遍哦。你喺咩只会讲亚基客家话？你还会配基客家话冇？真好吃。冻好吃。还有冻啊！好啦。不过排骨真紧剖到安样，唔简单呢。冇简单哦，真嘅冇简单。好，另关呢深黑挑战赛，因为呢无头马豆浆，全部用原汁原味调出来一个鹹酸甜，用家看起来都做到非常的好食。接下来呢就本评审欣赏来上脑筋咯。先请谢林师傅抢分数。啊，3分呢？有冇可能？唔怕，你下，卢师傅拜托不烂锤分数，抢看。哎呦，都会跳出呢。我刚刚心脏差点跳出来。谢林师傅前抢公平。今日爱讲鹹酸甜，一定要又酸又甜，因為呢又味是又重，係鹹醋排骨最好嘅一隻食材。今日鹹湯，用酸一啲啲嘅鹹湯，咁個鹹土撈嘅鹹酸甜嘅味是合體嘅。哦，盖掉了，盖掉了。啊，然後呢，種類咪當好食，又嘟好嘅味是。主要係個鹹酸甜嘅調味啦，調味係調味嘅部分。因為剛剛盧師傅講一句，剛剛已經來唔晒對，已經加很多糖了，其實。對。啊，盧師傅你敢講咧？其實講看你嘅食材處理啦，你個醬料哈蒜啊，我說那種感覺好蒜對好好食啊吼，有個好滿蒜啊，其實口味蒜甜係睇這個冇強落感覺，應該來注意看佢條處理嘅個肉啊，呢啲部分，或者鋪到肉哈硬嫩啊，吼，你啊可能雖然要落去控伊落啊，但是要都很破嘅，好處理嘅時間要落黏到爛睇咧啊，破嘅時是冇破到很僵，哎個看肉到個兩眼正差啦。哦，原來係咁呢。唉，唔怕啦。唔怕，最主要係睇自家行卡了解一個鹹酸甜嘅用嚟做嘅吧。好，來宣布今日嘅成績咯。經過一番刺激的比賽過後呢，今日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恭喜馮翠得到3000元嘅牙刷機。恭喜！哇，林玉那個樂不可支哈。真的。來，唔怕。這邊。咱出個獎品未到哦。比給他用個多而去還好睇呢。然後係大容量鑄造大寶鍋。對。送本嘅用沙。會凍蟲呢。哦，真嘅哦，真嘅凍太多了。好，先來談看一片，來林玉先老太家講一下第一擺參加心得，老太家分享一下。哦，都好高。其實算體育班認真下廚。真的假的？他之前都冇講誒。體育班啊。體育班認真煮菜啊，還有希望大家不要拉肚子。不會，昨天還好，就算要拉也是晚上的事。腸胃炎。總要開口。我也是第一次體育班參加田溪龍陽。體育班影劇跟走船，想說居酒屋是怎麼開的？就是一個蠻好玩的經驗，這樣。好，恭喜！今年哈，雖然哈議會節目得到3000Q 哈，不過今天很多的畫面都是他創造的。真的，效果器耶。然後大家講一下，今年參加嘅心得係乜嘢？當歡喜，因為嘛體育班。認真做菜，係認真做菜，冇特別青菜煮煮。成日又是保守，你講我學個安排下。就每日好多東西。就好。哎呀，譬如講，
主角就是主角，对啊，蒜汤是蒜汤，对对对对啊，好多动动。要问一下今天笑容最多的听众哈，很开心啊，冇嘞，冇嘞，很开心用客家来讲用乜讲？都欢喜。东欢喜哦，哦。今日呢比赛呢哦，都要嘅家常料理当中请出无穷样嘅味道。我记得咯，其实做料理啊件事情呢，平常时就练定了，按用基本功，怎会有压力来挑战的时间，怎唔好紧张哦。系啊，无论吼你系兄妹档，也系吼母女档，不管你系父子档，什么档什么档，金光档啊，冇，先做呢个报名参加啦。唔错，你一家自主分享太自家格格来报名去到哪个比赛的时间，一定要来参加哦！一家自主，你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